这个远看不会动，拍 video 你看啊，它会动的，奇怪。我手是没有动的，我再转过来，一样，它是会动的。现在我是拉近来拍，因为刚才拍照的时候，拍那个按错那个 video 哦，就奇怪，我以为为什么拍不到。现在再拍一次，它也是会动的。我再拉近看能不能。我的手是没有动的哈，不可能是空气。OK， 我又数回，慢慢。哎，数不到，数不到，就是一直会动的。啊，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我镜头转了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停了。啊，它会动的，它会动的。OK，OK，就是这样。